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在印度达兰萨拉附近的 Pavilion Hotel， 然后采访到来自台湾的时代力量委员林昌佐。首先欢迎您。你好，大家好。可不可以首先向我们的听众读者介绍一下这次来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行程？这一次来达兰萨拉最主要就是参加由这个藏人行政中央主办的550国际会议。那内容主要都是聚焦在这个国际的局势、亚太的局势，那还有西藏运动的未来的可能性，那短期跟长期的一些可能性。那今天会议是第二天，达赖喇嘛有参加，然后有做一些特别的指导吗？达赖喇嘛其实他自己本身分享以外，也让大家提问，所以他当然第一个，他当然还是有在强调说，他其实已经卸下了这个政治的责任、政治的身份。那第二，也是用比较宏观的方式，包括说这个环保啦，然后保存西藏的文化、宗教的经典，这些其实都是在应该说这个佛教的很多传统的经典，其实保存的最完整都是在西藏，那尤其是在流亡藏人社群里面的努力做的这个保存，所以其实在支持整个这个西藏的运动的过程，其实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人类的这个智慧的资产，在这个在保护、在保存，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更广泛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对，您当选台湾立委才不久，然后但您关注社会议题还有人权议题、西藏议题已经有很长的经验。就您这样观察，从您最开始接触西藏议题，一直到今天，这期间的西藏问题的状态，然后走向有什么具体的变化？我觉得当然中国的改变是很缓慢的。那我们看到它一方面经济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它对于人权、自由、言论自由、网络的这些钳制还是非常的严重。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受害的不只是藏人，其实包括在中国旅行的台湾人，像前一阵子的李明哲，那还有乃至于整个台湾在国际社会里面的一些空间都被打压，所以我感觉就是藏人的运动很难，西藏的运动目前一直很难有所突破，而这个状况是台湾同样面对的困难。那虽然我们的这个处境比较不一样，但是我们几乎都在同样的一个限制里面，很难突破。那这个是我过去10几年来关注西藏运动的时候，同时身为一个台湾人可以有的一个很强烈的体认。而这个原因当然是对于中国这样子一个威权独裁的一个政体，他在国际之间的声音，靠他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他所展现的，他所发挥的这个影响力，让不管是西藏的运动，或是说台湾的国际空间，都很难有新的突破。那这个是大的局势，但是在本身上面来讲，其实我觉得西藏跟台湾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说的西藏跟台湾，我以台湾为例子，就是说，虽然我们在国际空间受到中国的打压，但是我们努力让台湾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更公平的国家。例如说，今年5月的时候，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大法官的解释让这个其实等于台湾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这个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怎么样促进台湾成为一个更平等、更进步的一个社会？这是台湾自己一直在努力的。所以不能说台湾在原地踏步。同时，藏人流亡社会、藏人的运动也是一样。从这个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开始，这个藏人流亡社会开始在这个逐步的建立自己的这个政治体系的过程里面，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其实你看过去这10来年，其实算是很一步一步的，他
把自己的这个民主的制度完成。那现在自己选自己的总理，那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成为了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民主的样貌。这个是世界上可能是对台湾来讲，这个不是什么。台湾是民主国家有太多了，台湾并不是先锋，但是流亡社会的民主体系，这个绝对是藏人发明的，给人类一个很好的资产。尤其在现在有世界各国都有很多在西方各国在接收难民的时候，都在为这些难民社群思考说，到底该怎么办？那应该要怎么样让它有一个更完整的体系？因为你不可能把他们都打散嘛。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认同啊，他们从他们的国家出来，总有自己的认同。我觉得藏人社群刚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范本，怎么样维持自己的认同，成为一个多元民主的一个流亡社群的一个民主政体，这是一个难能可贵，是藏人发明给大家，在全球化变化这么大，然后造成很多人被迫流离失所的这一个。国际局势当前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藏人给人类一个很好的资产，就是即便是一个流亡社群，还是可以是一个团结，但是尊重不一样的声音，以民主的方式来找出自己在流亡社会里面的这个领导，那跟这个大家还可以一起合作共事，那让大家生活在流亡社会里面更好的一个模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已经是最好。但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样本，仍然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那我觉得这是让这个，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面对中国又很困难，但是我们自己内部不会原地踏步，藏人也不会，台湾也不会。那而且我们都相信，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社群 community 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总可以带给人类更多的正面的力量。对，您刚刚提到流亡社会存在不同的声音，那的确达赖喇嘛是提倡中间道路的，以争取西藏的真正自治为目标的。然后藏人行政中央也在按照这个道路在前进，在秉持这个理念。但同时，像西藏青年会一样的民间团体也有对西藏复国独立的呼声。从外国的援藏人士的角度来看，在支援西藏运动，在声援他们的时候，会不会对这些不同的声音感到困扰，或者说这完全不是？我觉得不会，因为不管是认为应该要复国的，还是这个中间道路，其实都是对于现状是不能认同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是认为中共很好，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在一个共识下，就是一定要改变现状。那改变现状的这个步骤是什么？改变现状以后，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的局势？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没有人是认为现状是好的。所以我想，在流亡社会，甚至于在台湾，其实也是这样。民主社会一定都会有很多多元的声音，那一定会有最偏激的声音。那最偏激的声音，有的时候已经是 nonsense， 已经是不合逻辑。那个我们通常比较可以忽略一点，但是我们也不用打压它，但是它自然就是本来就比较少人会去支持那个最极端的。那但是在一个常态的状态里面，还是有各种还蛮多人支持的不同声音。那这些声音只要大家可以找到彼此的共识，我觉得就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那至少在藏人社群里面，其实我看到，不管支持独立的还是这个中间路线的，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敌人，大家都有共同要改变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看不到发生什么大问题的可能。对，西藏运动现在所受到的关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达赖喇嘛的知名度有关。然后，现在有一些藏人担心，达赖喇嘛将来不在的那一天，西藏运动受到国际的关注度或者支持度会减少。那么，您觉得数十年之后，某一天，台湾人或者就以台湾人代表来讲好了，在看到一个没有达赖喇嘛带领的西藏运动的时候，会不会还是一如既往的这样支持，还是一样的
把藏人行政中央当作可以合法代表600万藏人的权威机构。这个现在讲当然还很难评估啦，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评估。不过我还是必须要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达赖喇嘛他除了过去他拥有的政治身份以外，他还有文化跟宗教的这个身份在里面，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藏人行政中央他要作为政治上面，或是说在这个民族上面要代表藏人，我觉得这个藏人行政中央只要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维持的，就是说藏人行政中央对藏人的代表性，这个维持的这个基础来自于藏人行政中央除了跟海外10-20万的藏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外，应该要透过新的媒介、社群网络的媒体等等，跟西藏境内的人民乃至于专家们保持多种管道的联系。那这些联系应该是包括非政治性的，不可能每次都谈政治嘛，环保的、教育的、文化的、宗教的，各式各样的这些现状，境内的现状是怎么样，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人际脉络。也许不要用藏人行政中央的名义，透过不同的名义，但是这个最核心是藏人行政中央在这个规划。那因为我也认识很多藏人朋友，他跟境内的藏人也都有很密切的联系，包括现在在看什么连续剧，最近流行什么音乐，所以其实应该都有新的科技可以去突破现在的限制。那怎么样收集这些所有的资料以后，第一手消息关于西藏境内的环保问题，这个教育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这些资讯都能够在藏人行政中央这里得到一个很完整的这个整理，而且不断的让全世界知道。当世界各地在讨论西藏的环保问题的时候，藏人行政中央可以提供第一手的资讯，因为藏人行政中央有办法用藏语跟西藏境内的人直接沟通，不是外国人。所以像这个东西，我觉得藏人行政中央是很有机会的，因为全世界没有另外一个组织可以用藏语跟在里面的人真的沟通，别的都是要透过翻译，透过1手、2手、3手，可能是翻成中文的，以后再翻成英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及时性跟随时知道说哪里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我觉得很有机会做到。那只要做到这一点，藏人行政中央就会一直维持是最权威的藏人代表。但是这样还是没办法取代达赖喇嘛，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像政治性、政府性的存在。这个我昨天其实在我进行我的专题演讲，跟与会的人100多个人分享的时候，我也有讲到，就是西藏流亡社会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一个状态，就是像这个 Dr. Losam Sangay 这样子的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他是很特殊的。但是他在每个国家都会有，每个国家都会有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但是达赖喇嘛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所以不要我建议藏人流亡社会以及 CTA， 就是说不要试着去希望政治领袖可以取代达赖喇嘛的位置，这是不可能，这是两件事。世界上你要出现一个政治领袖变成像达赖喇嘛这样，除非你是像之前的曼德拉啦，或是翁山书记等等，那都是被压迫过，被经过很长20-30年的一个塑造，才出现一个国际型的政治领袖，这个没有那么容易。那在民主政体里面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民主政体每4年、每几年会换一次，不是像曼德拉这样子。所以你希望一个民主政体的一个领袖，他变成跟达赖喇嘛一样，这是缘木求鱼。你可以达到 CTA 对于藏人社会的代表性，如我刚刚前面讲，但是这不代表他就会变成达赖喇嘛，他没办法取代。所以藏人流亡社群还是要去重新思考，在谁能够继承达赖喇嘛这个政治、文化、宗教的一个多方位的一个代表人物。那这个是藏人社会里面要严肃面对的，是其他教派的，还是说其他的转世的这个尊者，还是说是第15世的达赖喇嘛等等，这个都必须要经过很真诚的面对、跟讨论、跟思考。对，大概的介绍一下，
您成为立法委员之后，在国会中有没有使用立法委员这个身份去推动西藏议题？第一个当然这个也是我今天一早有跟达赖喇嘛报告的，就是蒙藏委员会，在明年就会被废除了。那蒙藏委员会是过去让藏人社会一直没办法相信台湾政府的原因，因为他在国民党时代成立蒙藏委员会的中心核心想法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里面有很多国民党的藏人在藏人社会里面挑拨离间。所以这一个部会的废除，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不只是省台湾人民的钱啦，因为我们台湾人民不会想要浪费这种钱，用一个没有用的部会在那边的一个梦想幻想式的一个部会，同时也可以重新，我觉得跟藏人流亡社群有一个比较好的互信关系。要不然每次台湾政府想要跟藏人有沟通的时候，都派蒙藏委员会，谁要跟你沟通啊？你这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都必须透过不一样的管道。所以第一个是这个，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它废除，明年就不会有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试着透过让这个，因为流亡藏人拿的身份证件是比较复杂，又透过不同管道，它会有不一样的身份，所以来台湾能不能参与台湾的这个包括奖学金啊等等的这些念书的一些方案，往往会遇到困难。那我们现在也一个一个 by case 去协助他们来台湾念书，让他们突破现在的困难，包括让他们取得外交部的奖学金。我们已经成功让第一个藏人社会拿到外交部的奖学金，然后可以来台湾念书。所以这个是今年稍早的时候完成的。那我们希望这不是特例，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希望能够也达到达赖喇嘛尊者鼓励的，就是说藏人应该多到台湾学习中文，那多跟台湾人交流。那制度上面造成的困难，我觉得要靠这个我们台湾的政府来想办法解决。在台湾的流亡藏人之前也一直没有保障，那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一些包括他都有可能会随时被遣送出境。那这个部分也透过一些修法，那来已经获得舒缓，让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赶快通过难民法。难民法已经出了委员会，还没有2读3读。那国会等到难民法通过以后，我们虽然没办法去因为去帮到那些现在例如说叙利亚啦或中东的难民，因为他们的首选他们比较近，一定都去欧洲嘛。但是有很多藏人会愿意选择来台湾。我想透过难民法的这个最后如果能够顺利的立法的话，对愿意来台湾的藏人朋友应该会很有帮助。对，好的。西藏之声的读者跟观众也包括中国的达赖喇嘛的信众或者关注西藏议题的人，平民了，还有境内的藏人，你对他们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话？其实虽然如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以目前看起来，我们也没办法预料到它什么时候会崩溃，会不会崩溃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角色上面，我相信都还是有可以思考怎么让这个自己的这个社群开始变得比较好。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应该都可以随时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希望传达的就是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轻言放弃。对大的局势，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很难改变，但是我们从身边开始做一些改变，你通常也都看得到效果的。对，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谢谢，谢谢。